歡迎，本導覽由三角洲輸水設計建設局 DCA 為你提供。我哋準備咗呢一次虛擬導覽，讓觀眾有機會更好咁了解同直觀感受三角洲輸水項目其現場設施以及佢哋嘅位置。本視頻提供嘅詳細信息反映咗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為止嘅項目情況。呢啲信息嚟自最終環境影響報告，並可能隨住設計同工程嘅推進和完善而有所改變。值得注意嘅係，三角洲輸水項目工程嘅規劃同設計仍在持續進行中。喺水資源部授權項目嘅建設或不動產嘅收購之前，未來仲需要相關嘅許可證、批准同資金決策。喺水資源部授權進行任何不動產收購之前，水資源部將遵循州法律執行未來項目範圍內用地嘅收購工作，包括業主通知同外聯方面嘅程序。還需要留意嘅係，一旦項目獲得授權，各種設施嘅建設將以錯開嘅方式進行，以避免所有組成部分同時施工。三角洲輸水項目工程位於沙加緬度聖華金三角洲，距沙加緬度以南約20英里嘅位置。本次嘅虛擬導覽將從北向南依次介紹項目設施，從北三角洲進水口開始，然後到隧道豎井，最後以 Bethany 水庫作結尾。我哋嘅參觀首先從北三角洲嘅進水口開始。進水口係將沙加緬度河嘅河水引入三角洲輸水系統嘅設施。喺建造進水口之前，呢啲進水口工地將作為隧道挖掘工程嘅一部分，用作豎井。關於維護同接收豎井嘅更多信息，將會喺本次導覽嘅稍後部分討論。呢張效果圖突出展示咗一個典型進水口嘅主要特點。呢啲進水口將包括圓柱形嘅魚類過濾網，以防止水生物種隨住河流一同被引入系統。埋設嘅雙型導流管同閘門將河水從魚類過濾網輸送到沉澱池。沉澱池可以讓水中懸浮嘅沉積物沉降，從而淨化進入系統嘅河水。沉積物將定期咁從沉澱池中挖出，並被轉送到乾燥床中進行乾燥。水流經過沉澱池後，會通過一個閘門進入出水豎井。出水豎井令水流能夠向下流入輸水系統嘅主隧道。整個三角洲輸水項目將包括兩個進水口，最北端嘅進水口位於 Hood 以北嘅 State Route 160沿線。喺進水口嘅修建之前，該地將作為接收豎井使用。目前該地塊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農業用地，現有嘅土地係蘋果、梨同櫻桃果園以及葡萄園嘅混合區域。預計一個模塊化住宅建築同數個附屬建築將位於永久佔地範圍內。第二個進水口位於 Hood 以南 Cortland 以北嘅 State Route 160沿線。喺進水口嘅修建之前，該地將作為維護豎井使用。目前該地塊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農業用地，現有嘅土地係果園同葡萄園嘅混合區域。預計4個住宅建築同數個附屬建築將位於永久佔地範圍內。每個進水口嘅建築面積將約為242英畝，每一個大約需時8年建造。建成後嘅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23英畝。與施工相關嘅交通將得到引導，以盡量減少對當地道路嘅影響。
呢一幅地圖展示咗施工交通路線嘅安排。我哋虛擬導覽嘅下一部分將會介紹項目隧道同埋豎井嘅特點。由於隧道工程係整個項目嘅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喺討論各個具體位置之前，我哋會先嚟簡單咁樣介紹一下隧道同埋豎井。隧道挖掘將從沿線嘅始發豎井開始。始發豎井係將隧道掘進機 TBM 降至地下並啟動隧道挖掘工作嘅地點。TBM 被下放到始發豎井嘅地面後，便會開始向前推進挖掘。TBM 嘅旋轉面嘅沙泥即時被清除，以便向前推進。呢啲材料被稱為可重複利用嘅隧道材料或 RTM， 之後會通過隧道輸送返始發豎井並排出。RTM 首先會經過危險物質檢測，確認不含有害物質後，會喺始發豎井現場進行乾燥處理並堆放儲存。除咗作為多部隧道掘進機 TBM 嘅始發點外，始發豎井嘅工地還將設有辦公室、設備倉庫、混凝土攪拌站同各種施工所需嘅區域，以及喺場地周圍運輸施工材料嘅道路網絡。TBM 通過逐塊安裝從始發豎井傳送嘅預製混凝土隧道襯板，構建隧道結構。始發豎井現場將設有襯板儲存區，用於存放預製嘅隧道襯板，等待裝載入隧道以供安裝使用。隧道掘進將從呢啲始發豎井推進至維護豎井，並且會喺呢度進行完成隧道工程所需嘅日常維護。維護工作結束後， TBM 將繼續向接收豎井推進，最終被調出隧道。項目擁有3個接收豎井工地同埋6個維護豎井工地。呢邊展示嘅係一個典型嘅接收豎井或維護豎井嘅外觀。雖然接收豎井同維護豎井嘅工地睇上去非常相似，佢哋嘅功能卻有顯著嘅不同。喺接收豎井 ，TBM 喺完成隧道挖掘工作後會被調出地面。維護豎井提供通道進入隧道，便於喺 TBM 運行過程中進行必要嘅維護工作。與始發豎井工地不同，接收豎井同維護豎井嘅工地並不負責傳送隧道襯板，亦都唔處理 RTM， 因此佢哋會遠遠咁樣比始發豎井嘅工地細。呢一張效果圖突出展示咗一個典型維護或接收豎井工地嘅主要特點。維護同接收豎井將配備一條通行道路，以便進入施工現場並在場內運輸材料。此外，佢哋還將設有工地辦公室、車間、通風系統、水質處理系統同電力基礎設施。喺對 TBM 進行維護或接收時，移動式嘅起重機會喺呢啲工地參與工作。所有類型嘅豎井會建喺鋪有噴播植被嘅堤壩之上，以防範洪水嘅影響。此外，由於始發豎井嘅規模更大，需要嘅施工人員遠遠地多。呢啲工地仲需要修建環形堤壩，如 Twin Cities， 或對 Lower Roberts 周邊堤壩進行堤壩改進，以保護整個施工現場免受洪水侵害，而不僅僅係隧道豎井本身嘅防護。最北端嘅始發豎井將會係 Twin Cities 雙始發豎井，該豎井將位於 Twin Cities Road 嘅北邊，靠近 Interstate 5州際公路以東嘅位置。呢一個豎井被稱為雙始發豎井，意味住將會有2台 TBM 從呢一個豎井開始掘進，一台向北掘進至進水口，另外一台向南掘進至接收豎井。
目前該地塊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農業用地，現有嘅土地包括牧草地，並支持牛牧場經營。此外，場地內還有2座住宅建築同數座農用建築。此塊樹井場地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586英畝，該場地將用於隧道施工，工期最多可達11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222英畝。呢一張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沿住項目線路向南移動，下一個樹井將係 New Hope Track 維護樹井。該樹井位於 Interstate 5州際公路以西 Walnut Grove Boulevard 以北嘅位置。呢一個樹井將喺 TBM 從 Twin Cities 始發樹井向南行進至 Terminus 接收樹井嘅過程中，用於 TBM 嘅維護。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一般農業用地，該地塊目前種植條帶耕作物同穀物。呢個樹井嘅建築工地總面積將約為11英畝，該工地將用於隧道建設，工期約為3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1英畝。呢一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繼續往南嘅下一個工地係 Canal Ranch 維護樹井。該樹井將位於 I-5 州際公路以西 West Peltier Road 以北嘅位置。呢一個樹井將喺 TBM 向南行進至 Terminus 接收樹井嘅過程中，用於 TBM 嘅維護。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一般農業用地，該地塊目前種植條帶耕作物同穀物。呢一個樹井工地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11英畝，該工地將用於隧道建設，工期約為2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1英畝。呢一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下一個樹井係 Terminus 接收樹井。該樹井將位於 Interstate 5州際公路以西 State Route 12以北嘅位置。呢一個樹井係一個雙接收樹井，因為佢將接收嚟自2個方向嘅 TBM， 北邊嚟自 Twin Cities 雙始發樹井，以及南邊嚟自 Lower Roberts 雙始發樹井。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一般農業用地，該地塊目前為果園。工地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13英畝，該工地將用於隧道建設，工期約為3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3英畝。呢一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繼續往南嘅下一個樹井係 King Island 維護樹井，該樹井將位於 I-5 州際公路以西 West 8 Mile Road 以北嘅位置。呢一個樹井將喺 TBM 從 Lower Roberts 始發樹井向北行進至 Terminus 接收樹井嘅過程中，用於 TBM 嘅維護。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一般農業用地，該地塊目前用於種植粟米。呢一個樹井工地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12英畝，該工地將用於隧道建設，工期約為3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2英畝。呢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繼續往南移動嘅下一個工地係 Lower Roberts 雙始發樹井，該樹井將位於 Lower Roberts Island 嘅北邊 North Hope Road 以西嘅位置，附近將會有一個儲存區域，位於 North Hope Road 嘅東邊。
該豎井將下放一台 TBM 向北駛向 Terminus 接收豎井，亦都會下放另外一台 TBM 向南駛向 Bethany Surge Basin、Bethany 緩衝池接收豎井。該區域還包括對 Lower Roberts 島西邊進行嘅堤壩改進工程。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一般農業用地同城市農業保護區。該地塊正用於種植冬小麥。施工範圍內有3座住宅建築同埋數座輔助建築。此外，沿 Lower Roberts Island 周邊進行嘅堤壩改進工程，可能仲會影響現有模塊化住宅同埋一個小碼頭。工地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610英畝，工地將用於隧道建設，工期約為11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300英畝。呢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繼續往南嘅下一個豎井係 Upper Jones 維護豎井。該豎井位於 Beacon Island Road 以北嘅位置。呢一個豎井將喺 TBM 從 Lower Roberts Island 始發豎井向南行進至緩衝池接收豎井嘅過程中，用於 TBM 嘅維護。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一般農業用地，現有嘅記錄顯示，該地塊正用於種植牧草、穀物或條帶耕作物。呢個豎井工地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11英畝，該工地將用於隧道建設，工期約為3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1英畝。呢一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繼續向南嘅下一個工地係 Union Island 維護豎井。該豎井位於 Benetti Road 以西、Clifton Court Road 以北1.5英里嘅位置。該豎井亦將喺 TBM 從 Lower Roberts 始發豎井向南行進至緩衝池接收豎井嘅過程中，用於 TBM 嘅維護。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一般農業用地，現有嘅記錄顯示，該地塊正用於種植牧草、穀物或條帶耕作物。呢個豎井工地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14英畝，該工地將用於隧道建設，工期約為3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4英畝。呢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Union Island 維護豎井以南嘅施工場地係 Bethany 水庫綜合體嘅一部分。該綜合體係三角洲輸水項目主隧道嘅南端終點。Bethany 混合體嘅主要功能係將水輸送至 Bethany 水庫。喺 Bethany 綜合體內，喺主隧道路線嘅南端，TBM 將從 Bethany 水庫緩衝池接收豎井中被取出。呢一個豎井將位於 Mountain House Road 以外，距離 Byron Highway 以南約0.5英里嘅地方。該豎井將接收嚟自 Lower Roberts Island 雙始發豎井嘅 TBM。完成呢一功能之後，接收豎井將被改造成 Bethany 水庫水泵站嘅緩衝池。緩衝池係一種水庫，可以喺緊急停機發生時保護系統，防止水流回流。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農業用地和休閒與資源嘅混合使用。該地塊目前由草地、穀物或條帶耕作物和果園混合組成。水泵站同緩衝池嘅總建築面積將約為213英畝。該場地將用於設施建設，工期約為12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84英畝。呢一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路線。
喺 Bethany 綜合體內，水流將從隧道流經 Bethany 水庫水泵站，進入 Bethany 水庫嘅導水管。Bethany 水庫導水管由4條平行管道組成，呢啲管道會將食水輸送到 Bethany 水庫嘅出水結構，然後進入 Bethany 水庫。佢將位於 Mountain House Road 同 Castle Road 之間。目前嘅土地用途為開放空間同保護區，總建築面積將約為128英畝。呢啲設施嘅建設預計約需時5年。項目完工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68英畝。呢一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施工交通嘅通行路線。呢啲通行路線與 Bethany 水庫水泵站同緩衝池嘅通行路線相同。線路最南端嘅設施係 Bethany 水庫嘅排放結構。該設施嘅主要功能係控制流入現有 Bethany 水庫嘅水流。Bethany 水庫嘅排放結構位於 Bethany 水庫東邊嘅 Christensen Road 以南嘅位置。目前嘅土地用途被劃定為公園同休閒康樂。總建築面積將約為15英畝，約需時6年建造。建成後，永久佔地面積將約為13英畝。呢一幅地圖展示咗該工地嘅施工交通通行路線。Bethany 水庫係州水利項目嘅加州引水道嘅起點，為2700萬加州人同埋75萬英畝農田供水。我哋對項目主要特點嘅介紹到此結束，但值得注意嘅係，該項目最終仲會包括棲息地恢復同埋社區福利計劃等緩解措施。我哋期待喺呢啲措施確定後，與大家分享有關緩解措施同社區福利計劃嘅詳細信息。若想了解更多信息，請造訪我哋嘅網站dcdca.org。